来看国民党的总统参选人侯友宜去日本访问的第2天，今仔早起接受日本媒体 NHK 有朝日新闻的访问。侯友宜是强调讲，伊支持有合中华民国宪法的9二共识，绝对反对一国两制，嘛强调讲两岸得爱对话交流，减少冲突。今仔下晡，侯友宜嘛去自民党的总部来拜会。 国民党的总统参选人侯友宜初一透早接受日本媒体朝日新闻和 NHK 的专访，内容就讲到两岸的情势。侯友宜是强调讲，要爱互相有对话交流，才会当降低两岸的冲突。我接受合乎中华民国宪法的9·2共识，我反对台独，反对一国两制。那我们有责任在台海的稳定上。 尽我们最大的努力，希望坚守我们的民主、自由制度。听过日本报纸《产经新闻》第2版，就是报道咱台湾的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来访问日本的代志。另外，伫这 The Japan News 也有 TBS 的网站，嘛会使看到报道相关的代志，嘛显示到日本媒体对这摆侯友宜来访问日本嘛是真关心。 另外，日本产经新闻指出，国民党是亲中派，外界就刺激讲是去宏大标签。侯友宜是强调国旗就印伫咧伊家己的心肝内。因为侯友宜即届去日本，也佮有含艺人洪倩玉做伙食暗顿。毋过，棒球明星王静之所因为确诊无法度出席，该打电话和侯友宜开讲。 另外，东京妈祖庙董事长詹德芬嘛来做伙食饭，所以外界就伫咧要讲，比起郭文铁，詹德芬敢是更较挺侯友宜咧。詹德兴在台湾我也认识，所以来到日本倍感亲切。他昨天一路相陪，在昨天晚上我们还一起吃饭，大家聊得非常的开心。他永远是我们的好朋友。 初一下晡，侯友宜要去到自民党总部拜会政要，也毋过敢会去见到日本前首相麻生太郎。侯友宜是表示一切尊重自民党的安排。记者综合报道。